我这中二没年了，我找到港大兄，哎呀，我落了是吧？对，干哪里找到港大兄落了一堆人了，我到这找一家下港大兄知道落干哪里？不要老杨东家，小李杨东家，我叫么小嘛？为么？哥，兄弟，我当到这了噻。老一来都知道我老大是的，我给俺孩子叫哥，凶了凶都要老大，凶了凶都要老大。呢，跟他，我们还要去当没来。你要给弟凶了凶，那对么着？凶了凶，那对么着？谁知道他这个那对又到菜了，长得好重了啊！他这个到那又到菜呀，离了的加起来长得好重了呢啊！又到他的啊！老，我知道了，瞧我到一家被人闹里啥？老，我的兄弟，我当到了是吧？还说我们那就算弄啥，我还要去考，我从本热了上这来。家答应着你忙多久？我好累了，我好累家，还忙多不干够，我好累的。我还要我好累呀，只要叫好累呀。我把孩子啊，我好累来年了。是一个那么我那了，阿就我一脚打就完了。来呢，我还走的。来，阿就不是弄干嘛掏大了，累了，阿就不好了，不一脚打了。要我知道了吗？开门。干的我都能了，中年有抽了嘛，累都真的了嘛，我还知道，我知道这样了。来呢，我还拦截的。老。我呢，家伙到哪里啊？他到东哪里啊？我去都到本弄了去了，我去么吃了？别人吃狗，我到啥苦到把那个，你哪里要去摘了嘛？你来呢？我叫去摘我那个么老啊，这个么去走路，给个我到啥苦到地上晒，你要啥苦到把那个晒走，然后到这去不吃啊？占木，我本弄我都有嘛晒哟，都有没晒哟，我哩。我家个谁了？来读，我有一顿能了嘛？我有一顿能干家了嘛？还我路车呢，我路车的，再我还要了弄呀，不到到家就讲到半年，我讲个人，他这打了去包了，我说弄我说中了牛，我就没门去，还没好的人看，我路车我本来下头要没好讲了嘛，有人嘛没背。为了讲到的我就不喊你背啊。我家去摸好累人，你们觉得哪还来背啊？我觉我忙多啊，我忙多了。弄你来买油知道？要介绍我干嘛办么都？我们把我打了加油好了，们已把我打了，他们。我累了吗？你别笑。我这中华牛你来呢？那报道可以进去啊？中华年的啊，我用交通个吧，去油啊，毛牛三缸的绝嘞，我三缸我弄哪里呀？没，你别笑。弄这样了还更大好了，搞装起来到弄到哦。那会么个别都打了是去那你还轮球啊？有时候是打拖堂了，那15啊，那没在打狗地叫你，那你自己弄的在从哪里？还没出来的了15多年，没被谁干，还真没给住了我讲，你这让我们就没给住，老你老讲去，我还呢。哈哈哈哈哈！